呢題2017年 Paper 2第35題，咁呢題目就提到呢，如果 K 同埋呢一嚿都係 real numbers，咁問翻你 K 係幾多啦？好嗱，咁我假設呢嚿係 Z 啦，咁呢就要將 Z 呢寫成個樣係 A 加 BI 個樣，咁跟住如果係 real number 嘅話呢，咁呢個 imaginary part 就應該要等於0嘅。好啦，咁首先呢，我就將呢嚿化翻做呢個樣先嚇。咁咧，其實前面一個係撳計數機嘅，如果唔撳計數機咧，咁就自己乘翻2加 I， 上下乘翻2加 I， 跟住個 KI 就由得佢唔使通分母嘅。好啦，嗱咁咧，前面嗰嚿變咗做2嘅 square 減 I square 就係個分母啦，跟住個5就乘俾呢兩個啦，咁就變咗做10加 5I 加 KI。咁下面個分母咧就係4減-1咁樣。好啦，咁即係個分母係5嚟嘅，咁10除5係2，跟住5I 除5就係 I 啦。好，跟住呢兩個夾埋一齊，咁就變咗1加 KI 咁樣。好啦，咁由於Z 要係 real number 嘅話咧，咁所以咧呢嚿嘢要係0嚟嘅。咁所以 K 就係等於-1咯，咁所以答案就係 B。